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，请伊为天顶显个上帝神迹互因看。耶稣回答讲：暗时天发红，恁就讲天必要星；早起天发红，搁发乌，恁就讲今日必有风雨。恁知影分别天顶的气色，颠倒袂当分别这个时阵上帝的神迹。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上帝神迹，除了约拿的上帝神迹以外，阁无有上帝神迹互伊看。耶稣就离开因去了。门徒渡到迄边去，袂记带饼。耶稣对因讲：恁爱谨慎，防备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的教。门徒彼此议论讲：这是因为阮无有带饼吧？耶稣看出来，就讲：恁这个小信的人，为什么因为无有饼彼此议论呢？恁还阁不明白吗？无记哩迄5个饼分予5000人，阁整理了偌济拿子的零碎吗？也袂记哩迄7个饼分予4000人，阁整理了偌济轻子的零碎吗？我对恁讲，爱防备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的教。这话毋是指着这个饼讲的，恁也哪不明白呢？门徒这才晓得，伊讲的毋是叫因防备饼的教，乃是防备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的教士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讲：人讲我人子是谁？因讲有人讲是施洗约翰，有人讲是以利亚，阁有人讲是耶利米，也是先知内一位。耶稣讲：恁讲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回答讲：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后生。耶稣对伊讲：西门巴约纳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毋是属迄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伫天顶的爸指示的。我阁讲互恁知，你是彼得，我要甲我的教会建造伫这个磐石顶，阴间的官兵袂当胜过伊。我要甲天国的锁匙互你，凡你伫地上所捆绑的，伫天顶也要捆绑；凡恁伫地上所偷放的，伫天顶也要偷放。迄时，耶稣吩咐门徒，毋通对人讲伊是基督。从此，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伊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真多的苦，并且被抬。第3日搁活。彼得就扭着伊，劝伊讲：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袂临到你身躯顶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讲：撒旦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骹的，因为你无体贴上帝的意思，敢若体贴人的意思。怎样呢？耶稣对门徒讲：若有人要跟对我，就当舍己，派去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我。因为凡要救家己性命的，必上吊性命；凡为我上吊性命的，必得到性命。人若趁着全世界，赔偿家己的性命，有啥物益处呢？人还阁会当摕啥物换性命呢？人子要伫伊爸的荣耀内，当着众使者降临。迄个时阵，伊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。我实在讲互恁知，徛伫遮里来，有人还未尝死味以前，必看见人子降临伫伊的国内。